也门冠军青年运动讲，因伫咧红海劫走一只以色列的货轮，目前船顶20户的船员变做人质。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顶礼拜5巴西演唱会，有歌迷看演出看到一半，热甲青公死。美国前总统卡特夫人罗莎琳才到96岁过身，两个人结婚77年，是美国历来总统上久长婚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选举的消息，镜头先来看国内。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正式宣布由前驻美代表萧美琴做副手。我是萧美琴，我回来了。为着咱的国家，我会聊落。当前总统大选聊落去，大受台语强调无回避的空间。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宣布副手是萧美琴，赖萧配正式形成。萧美琴的背景经历也备受瞩目，不止捌做过4届立法委员，2016年高创下民进党第一摆伫花莲选举过半得票的纪录，同时也是台湾第一位女性驻美代表。请给予我们机会，我们会团结台湾。将变迁的局势化为台湾的机会，让台湾走向民主、和平、创新、繁荣以及公益永续的台湾。赖清德讲，第一摆甲萧美琴讲到副手议题是去年8月访问洪都拉斯期间，暗过迄时阵伊无回答，一直甲伊得到第1名了后，一直沟通，而且点头答应。萧美琴嘛承认，一直咧思考到底伫这场选战当中，伊要留伫上熟悉位置，也是伫咧新位置竞争，更较高难度的挑战。暗过有关决定为台湾承担责任。我在美国的工作比较不会被这些国内的政治步调所干扰哦，那非常专注的在做对美的外交工作。赖副总统，包含总统哦，也都一直做我最大的后盾哦，让我在决定要为台湾背负更沉重的任务的过程当中哦，也给予我非常大的勇气哦跟支撑的力量。赖清德也透露，萧美琴同意做副手了后，要求按伊完成 APEC 工作，才能对外发布。迄时阵时间算细个烦恼，也是最后一组宣布的总统参选人。佮强调，因少年时阵就投入政治工作，互国家更较进步，得到国际社会肯定，是甲其他阵营上大无共。相信萧美琴的专业热心甲理想，应伫选举当中发挥关键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阿根廷的总统大选，在亚极右派候选人米雷伊摕到56个票，拍败执政党候选人。这53岁米雷伊有真侪立场啊缺失，拢甲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真相像，所以讲叫去封号做阿根廷版的 Trump。因为阿根廷即阵通货膨胀当严重，所以讲米雷伊就提出要全面改用美金，佮要减少社会福利等等的政见。甲美美兼顾问小南庆祝阿根廷籍右派总统候选人米雷伊29个第2轮大选投票，以大约56%的得票率拍败执政党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马萨。米雷伊发表当选演说，再次强调要带领阿根廷脱离贫困。Los resultados de este modelo están a la vista de todos. De ser el país más rico del mundo, hoy somos 130. La mitad de los argentinos son pobres y el 10% es indigente. Basta del modelo empobrecedor de la casta. Hoy volvemos a abrazar el modelo de la libertad para volver a ser una potencia mundial. 马萨自行宣布败选，佮打电话恭喜米雷伊，佮呼吁对方应该确保阿根廷正常运作。De transmitirle garantías sobre el funcionamiento político, social y económico de la Argentina es responsabilidad del nuevo presidente, del presidente electo, y esperamos que así lo haga. Camino de la defensa del sistema de seguridad. 经济学家出身的米雷伊，以改变阿根廷现状、甲振兴经济做口号，提出多项政见。伊捌会定期来顶现大削减公共开支决心，佮全面美金化，支持有侵权甲反对台。佮较呛声就台了后，要冻结甲中国关系。
激进的政见引起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因为阿根廷面临150%严重通膨、货币变大、散赤加重，和真有侵略性、甲戏剧性风格的米雷伊受到选民的欢迎，甚至封做阿根廷川普。经济学家警告，伫阿根廷的国际准备用完的时阵，那米雷伊推动经济美金化，可能会面临新一轮的恶性通膨。公司新闻陈慧玲编译。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夫人罗莎琳才到96岁过身，伊甲卡特结婚77年，是美国历来总统上届久长的婚姻。这位罗莎琳夫人会用咧讲是卡特上强的靠山，卡特会当摕到诺贝尔奖，夫人嘛有真大的功劳。罗莎琳是长期推动在心理机构、人权、女权、佮民主公会等等的议题。伫咧政治的方面，伊做第一夫人的时阵，伊个出席内阁会议，嘛捌代表卡特出访。而且伊是头一个有白宫办公室的夫人，所以讲就搁去封号做共同总统。今年5月，罗莎琳才去公布讲伊着失智症，超过半年就病逝。I, Jimmy Carter, do solemnly swear. I, Jimmy Carter,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年，总统就职大典，罗莎琳徛伫卡特的身边，见证翁婿就任总统。迄当时无人想会到，这位第一夫人也是卡特政治路上上得力的助手。伊毋但是代表总统出访，也是共同接见外宾，也会参加内阁会议。Some people objected to her sitting in on cabinet meetings. They thought that was improper in some way. She didn't say anything in the cabinet meetings, but she, wanted to be fully informed so that she could give her husband good advice. 罗莎琳18岁就嫁予大伊3岁卡特，两个人拢来自乔治亚州边缘镇。两个人的姻缘，亲像为伊一出世就注定，因为罗莎琳是由卡特的母亲接生，后来成做伊的大家。伫罗莎琳的陪伴之下，卡特为经营土豆农场到当选州长，最后搁较入主白宫。有分析认为，欠开罗莎琳可能比卡特搁较有商业甲政治头脑。The best thing ever had happened in my life was when she said she would marry me, and did. 卡特后来虽然连任4次，不过阿某两个人无偌久就成立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继续为全球人权、民主甲健康议题造创。几10年来真坚持，卡特也伫2002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罗莎琳自然功劳真大。Growing up, high school, college, I didn't think I would ever get married. And then along came Jimmy Carter, and my life's been an adventure ever since. Thank you. I love you. 罗莎琳甲卡特感情真好。2年前，两个人庆祝结婚75周年时，罗莎琳受气甲卡特行过精彩人生，犹原充满爱意甲感恩真情。今年2月，高龄99岁，卡特决定建立安宁照护。那罗莎琳是第5月就失智。即马太太虽然先行一步，也毋过这对翁仔某的故事，犹原会互后代人定讲起。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规模上大的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过身。伊在生除了传教，搁创立公民党。这阵伊过身，就搁引起政教分离的讨论。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泰国有网友利用 AI 做回想伫咧酒吧食薰食酒的假相片，这副告界是有够伤脾气，走去报案。政府就警告民众，莫阁散布假相片，若无上当是爱互判关5年。英国《Times》报道，乌克兰的军方表示，因伫咧南部反攻，逼退罗西亚军超过3公里，是这战局几个月来上改变下变化。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田纳西州曼菲斯市发生连环枪杀案，3个地点是有4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凶手是已经自尽。一寡被害者拢是凶手的亲人，怀疑是家庭暴力引起的事件。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加沙西法病院去互以色列包围，伫咧联合国紧急倒桥的状况之下，有31个早产的婴仔成功脱离。以色列是甲加沙的西法病院包围起来，封锁9日，有10个早产的婴仔不幸死亡。不过，暂时有成功甲31个婴仔送到南部接受治疗。目前也有超过250个患者无法度脱离。
世界卫生组织去现场视察，就讲这间生发病院是已经变做一个死亡区。吸引全球媒体注意的西发病院有生命危险的早产儿，19第3个医师、2个护理师甲护送，安全送到南部拉法的海拉尔阿联酋妇科病院，准备甲因经由拉法的关卡送去埃及接受完整的治疗。不过9天的封锁过程，有10个早产儿不幸死亡。 طبعا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تعرضوا لأذى شديد أثناء إقامتهم في مجمع الشفاء نتيجة لمنع كل مقومات الخدمة الصحية الموجودة في مجمع الشفاء. اكتشفنا أن حتى المياه التي كانوا تقدم لهم الرضعات فيها لحليب الأطفال كانت مياه ملوثة ولم يتم تعقيمها لعدم توفر أي مقومات من مقومات التعقيم.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一个由联合国真济部门、公共卫生专家、后勤官员，也有安全人员组成的人道评估团队，迄天利用天火时阵进入院内视察1点钟，出来了后对我表示，因伫病院入口的所在看到一个大型的蒙阿布，内底差不多有80具尸体，内底甲外口拢会当看到攻击甲清洁所流落来的焚热，欠缺清洁用水、燃油、医药，也有其他的必需品，院内情况 使人绝望，那亲像一个死亡区。Other patients, we have around 260 patients. Unfortunately, we lost 2 patients overnight this night. So it's totally like, non-human place to live in. It's totally full of rubbish, waste everywhere. We are not allowed to get out of the buildings. 伫西发病院服务的莫卡拉卡提医师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时表示，医军18号因2点钟的时间撤离，2500个伫院区未战争无为期的巴勒斯坦人，大部分是已经离开，不过也有260个重症患者，25个医护人员无法度走。We had nothing came to the hospital as like food or drinking water or anything. The Israelis keep just promising that they will provide us with more and more, but it's not happening. 另外一方面，伫加沙南部组织22000人的汉尤尼斯难民营，生活条件真歹，查加塑胶布规个搭起来的简单텐트，19因为透强风落大雨，一点热风雨的作用都无，大人甲囡仔都要随时注意积水，才袂互텐트规个跌倒去。公司新闻王伟文编译。 也那背后有伊朗咧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佮因昨是伫咧红海劫走一只以色列的货轮，船顶有25个军官变做真迹。不过以色列是表示，这只货轮是英国企业的日本公司咧运作，这船顶是无因以色列人。中东的紧张局势，恐惊是已经对陆地拖到水路。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كان من نتائجها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سفينة إسرائيلية واجتيادها إلى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也门激进组织的青年运动叛军礼拜对外讲，伫红海扣留一只以色列货轮“银河领袖号”，掠到船顶25个船员。以色列方面证实有这种代志，不过否认这只船是属有以色列的，因为这只为土耳其开往印度的货轮有挂巴哈马国旗，是英国企业的。目前由日本公司伫营运，船顶25个船员有无共国籍。 包括乌克兰、保加利亚、菲律宾甲墨西哥，无以色列人。日本方面嘛否认船顶有日本人。現在国交省、外務省等の関係省庁が情報収集を進めつつ、関係国と連携しながら当該船舶及び船員の早期解放のため取り組んで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不過青年運動認定這隻船有部分是以色列好野人的，放掉未來所有屬以色列也是甲以色列有關的船隻，攏會變作攻擊的目標。即馬扣留銀河領袖號只是一個開始。自從以色列甲哈馬斯發生戰爭以來，伊朗支持的青年運動都要向以色列真濟解發動無人機攻擊，佮發射長程飛彈。以色列譴責劫持商船的做法是伊朗的另外一種 恐怖主義行為，這個事件嘛引起國際關心。凡洛伊巴戰事可能會濺到周邊的海域，對全球物流會造成衝擊。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美國的流行天后泰勒斯當咧辦巡迴演唱會，頂禮拜五伫咧巴西迄場，竟然是有歌迷看演出看到一半青光死，懷疑是這天氣傷熱造成的。迄天當地是清高溫，而且這會場是禁止炸水入去者。
因为这是为着防止有心人士用水干偷藏危险的物件入去，所以讲这禁止炸水并毋是头一个。不过这回会场内底卖水佫共吊悬架，这着去防美甲。上界离谱的就是下骹这项，当时通风设备竟然是无开，一寡种种的原因，就害民众翕甲真艰苦，有一个人死亡。除了这场变局，这款世界级的名车咧开演唱会，上接发生的就是黄牛票争议。今年8月，泰勒斯的美国歌迷就抗议讲，这官方一张卖超过2万台票，伤过离谱。而且佫质疑这卖票的公司用真济手段咧操作，阻占黄牛市场。美国小天后泰勒斯伫巴西举办世界巡演，伫烧火的天气，民众哪排队哪打布棚休凉，因为这几天的巴西实在是伤热，高温佫开始创下纪录，来到-59度。高温也造成巡演第一天就发生一名查某民众因为热杀给送医前公司的意外。泰勒斯佫较伫 Instagram 发文，透过手写批的方式哀悼民众的过身，佫宣布18演唱会的延期。有网友表示，泰勒斯唱到一半，捌几下摆停止演出，请工作人员提矿泉水，伊亲自等候台下的民众啉。无摆都是受热，场馆空气无流通，造成这场悲剧。Que é uma fatalidade, né? Acredito que se tivessem tomado pouco mais de cuidado, estava tendo muito descaso com as pessoas. Chegou do ponto da Taylor pedir lá do palco para eles darem água na plateia. E eu acho que se tivessem cuidado mais de todo mundo desde o começo, talvez isso não teria acontecido. Infelizmente, teve que alguém pagar com a vida para eles poderem pensar mais na. 过身的查某民众叫做安娜，今年23岁。因爸爸表示，无理解安怎查某囝欢欢喜喜去看演唱会，煞无法度搁转来。安娜家庭希望当局会当调查演唱会场馆，假是禁止观众炸水入场。过程管理敢有任何疏失？巴西司法部长宣布，政府会针对演出甲其他公共活动中用水问题实施紧急规则，允许演唱会会当炸水管。公司新闻感恩编译。日本行道有真侪大街小巷，拢有传统的插厝，不过因为是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就一直无去。即阵有真侪少年人过去甲老厝改造民宿，这观光客带着真新奇，单变做一条新出路。今年顶半年，日本大解封，蔡志顺就买到行道买这间历史超过100年的传统老厝。因为继承人无想要留厝内底物件，伊就收所有的物件经过整理，一件一件珍贵的老物件，重新搁被看到。好，那像这一个，它是木头做的东西，大家可能像我第一次看到，我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但是当时在研究它是不是保险柜，因为看起来有这个东西。但比较有趣的是，我打开之后，我就觉得，它可能不是保险柜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上网查，我就发现，它是1850年前后生产的冰箱，就是把冰块放在里面。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蔡志顺到京都准备学日文，发现真侪老厝趴远。伊甲亲人讨论了后，伊本来就真介意老厝，决定买老厝改去做民宿，委托在地装潢公司来装修。この梁が家を屋根を支えている梁って言われているものなんですけど、改装する前からもともとあった梁で、判断基準としてはきちっと腐ってないか、または傾いたりしてないかっていうのを確認して。蔡志顺也为朋友找找适合的老厝，佮协助管理。这一间已经整理过的厝，新箱内底拢是不同产业者的宣传单。那现在这种丁屋民宿的市场呢，在京都也是算很好的行业，所以买气旺盛，但是物件少。老厝市场感觉是真兴，不过根据资料，2010年到2016年短7年之间，京都老厝消失将近6000间。疫情解封以来，观光人潮重回京都，是不是应暂缓老厝消失的脚步？爱去观察。公司记者京都采访报道。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份报告，全世界是有1/3的囡仔，大约是7亿4千万人住伫咧欠水所在。即阵气候变迁的问题是愈来愈恶化，这水资源的问题就愈来愈严重。
去到康汤啊，这囡仔特别去溪边入水溪生活用水，伊毋过详细甲看，这溪水的水质拢落袂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公布一份2021年儿童气候风险的新补充报告，显示全球的儿童受到气候危机影响真深。这份报告赶伫30号要举行的 COP28 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进行公布。报告内底以欠水资源、水资源脆弱性、加水源水质是毋是会当用、加方便处理的水资源压力来关心欠水问题对儿童造成的威胁。发现全球有1/3的儿童，差不多7亿3900万人，已经生活伫个严重也是极度欠水的地区。其中，中东、北非甲南亚地区的儿童，因为生活伫水资源有限的环境，会受气候变迁问题造成水位下降、枯旱的风险，甲饮用水卫生服务无够。2022年的报告显示，这儿童的人数达到4亿3600万人，特别是水资源极度脆弱地区的国家，每10名儿童内底都有8个人陷入欠水的危机，嘛是造成5岁以下儿童得到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公视新闻台是唐炳益。非洲卢安达有一款咧要坐种的高山大猩猩，这几60年来保育是真有成果，对250只，即阵已经超过1000只。不过因为卢安达甲附近的乌干达，佮有刚果民主共和国，这边界是一直咧起冲突，所以讲这款大猩猩的生态地嘛受到威胁。卢安达火山国家公园保护区无猩猩带细只猩猩咧找物件食。卡车边有金毛的公猩猩，有时阵行过来看看咧。根据动物学家的观察，中西族群的山地大猩猩由公猩猩担任领导者的角色，负责保护家己的族群，毋是固定的地盘。族群之间的冲突由领袖之间定国机来解决，维护一定秀派情形。在真侪人印象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主要负责全球各种有形甲无形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评选甲指定。不过，事实上，全球上大保育组织之一——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IUCN） 就是伊所属的非政府组织。目前 ，UNESCO 的总干事奥黛丽·阿佐雷就去卢安达巡视山地大猩猩的保育工作，佮强调除了国际社会甲当地政府出钱出力，佮较重要是结合在地社区。It's both conservation of nature, protection of gorillas, but als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at benefit from the conservation programs. 为1983年开始，卢安达得就 UNESCO 的保育计划来发展观光事业，除了帮助国家公园管理，也改善在地社区生活。数十年努力落来，野外山地大猩猩数量为一开始250只左右，到目前已经超过1000只。不过，附近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内部甲卢安达敌对的武装团体威胁保育工作安全。公视新闻时间真便宜。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